请咱来共受上帝的话，伫使徒行传第14章20节的 B 到28节。使徒行传14章20节，隔日，甲巴拿巴离开遐去德比，已经传福音伫迄个城，互侪人来做学生，就倒转去罗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。坚固学生的心，劝因长老点伫信，佮讲：咱着对侪艰苦来入上帝的国。因伫逐个教会，甲因设立所敬的长老、禁者、祈祷，就将因交托伫因所信的主，就经过比西底到邦菲利亚，已经讲道理伫别家。就落去阿代利，对遐搭船到安提阿，就是因捌伫遐受交托，伫上帝的恩典来行因所圆满的工，已经到自入教会，讲起上帝所甲因行一切的事，也讲上帝安怎样甲外邦人开新的门，就甲学生三甲大占连久。以上。咱做伙三甲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知你是阮的主宰。主，你有羊羔的形象伫阮的内面。主，阮以爱学习阮的主，常时阮也伫阮的生命内面羊羔的款式。愿阮所学习的，成做阮的生命，成做阮会当荣光主的管道。愿主教示阮伫今早起，阮的敬拜会当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智慧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常常在做旅游。一方面，咱去侪的古城，行伫古早的人捌行过的道路；另外一种的旅游是咱真爱。倒转去咱细汉、大汉的所在，当咱搁行伫迄个乡下的路年的时，咱就回想着咱过去、咱的生命的每一个坎站，咱所经历的。但毋管是历史的城，也是咱生命经历的乡下，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咱拢知影，咱对过去的经历的内面。对古早的人所经历的事，咱拢会通得到淡薄的智慧，也是得到淡薄的提醒。大家个拢要真做咱的帮衬，也真做咱行人生的道路内面，会当开阔咱的眼界。但实际上对咱来讲，可能是熟悉的一条路，也是过去所行过的路，总是当咱搁一摆去行的时。实际上，咱拢带着一个新的心态来咧行这条道路，所以会通讲这条路是一个新的路，嘛是一条新的路。咱若好好去体验的时，咱毋是干那伫遐咧行趣味，咱搁较知影讲咱的心内倒转去行这个路的时，到底咱在对咱讲什么，在体验什么？当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拢不断地成长。咱大人拢不断地开阔咱的眼界，所以伫咱的生命内面，这个变化，若是对正面来讲，咱咧讲咱的财物智慧一直咧成长，咱的灵性嘛不断地兴旺，这是正面的变化。总是对侪人来讲，有真侪人的生命内面嘛一直在变化，总是这款的变化所带来是偏差、偏错去。所带来是走精，所以有真侪人家己已经变化走精的生命，因嘛讲，因嘛在成长。所以伫这个内面，咱倒转来想，咱倒转来咧读历史的册，咱甲保罗在行古早行过的道路，咱在想讲，咱是愈来愈行伫正面，愈来愈好的变化。也是咱会认为讲，咱所行、咱所学的是遐个负面的，是遐个歹的，结果是愈行愈倒退，愈行愈走精。
当咱在读历史的册，特别是《使徒行传》的宣告书，有人真重视上帝的作为、圣神的同在，这是头一个角度。第二个角度，有人注重伫这个宣教的过程内面，这传福音的人，因的脚热到底怎样？因到底经历着什么？这是第二个注重的重点。但另外第三种的人，因所注重的是福音带到伫迄个所在、迄个环境，甲在地遐个人的生命的变化。但今仔日牧师要讲到的重点，是放伫这传福音的，因伫因的生命内面，到底有甚物款的变化？这个变化内面带互咱甚物款的提醒，甲有甚物款的启示？当咱读今仔日的圣经的内面，讲到保罗甲巴拿巴，因伫传福音来到伫特比的这个所在时，伫第21节安尼讲，已经传福音伫迄个城，互侪人来做学生。若是安尼，咱初步来评估，因已经有达到受差派工作的目标，因已经达成因的任务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报告。总是咱若回顾对13章，保罗开始受差派出来了后，因所经历的到底是甚物？伫迄个所在讲，因初步伫巴勒斯坦的安提阿的所在，因伫迄个所在受分派。伫受分派时，教会靠着圣神的气力，大人换手伫保罗甲巴拿巴的身上，后来差派因出去传福音。所以保罗甲巴拿巴，因的心内因知影，圣神帮赞充满伫因的生命内面，教会受权伫伊的身上，因就爱带福音出去，因带着期待，带着梦想，带着计划出去，要去到伫地极来传福音。当圣经开始进行因头一摆的传道旅行的时，咱若倒转来看这个经节。到伫特比的进程，因到底经验过几站？伫这个几站的中间，头一个来到伫居比路，因拄着假先知行邪术的，伫迄个所在来抵挡因，来到伫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所在，讲因入去到伫会堂讲道，哇，大家人真欢迎因，大受感动。总是到后一个主日，后一个安息日。搁再入会堂讲道的时，结果迄个时阵犹太人满心怨毒、蹦毒，伫遐甲因辩驳，后来搁带来困毒，搁摕石头来顶因，赶着因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后来因就搁进入到伫后一站，到伫以哥念，来到伫以哥念的时，因前后传福音，总是后来有一群人就对使徒。就是遐外邦人来信主的，就对这使徒，总是反倒等另外一群人犹太人来信主的人，就无要对因。后来另外走一路，圣经内面讲，因到的所在煞互人分平。后来因继续到伫后一站，到伫罗斯德的时，因就行新约，互迄个破病的人得到医治好起来了后。人就甲因看做是神明下凡，希腊的神来到伫因的中间，所以就甲因尊严尊贵归乎因，甲因看做亲像神明来要敬拜因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因一时感受到，实是做上帝的萝卜嘛是袂歹，有即种的阳光伫因的生命内面，总是过无几日，遐犹太人搁教唆遐个。信犹太人对犹太人即路的人，摕石头来顶保罗甲这个使徒，结果拍甲上用要死。圣经描写讲，因掠做保罗已经死，总是后来醒起来了后，伊继续行后一站。这是什么款的情形？传福音到底是什么款的境况？为什么有时感觉那亲像一点尊严都无，总是有时佫感觉尊贵亲像神？
伫这个座位内面，有当时受欢迎，有时阁受石头顶。伫这个起起落落的内面，一个传福音的人会感受到上帝，你到底咧做什么？为什么差派阮来传福音，竟然拄到这款的打击，也拄到这款的境遇？当然，安尼唔知叫做成功，还是无成功？可能一部分成功，一部分无成功。毋过至少这个经济有压落去，还阁后来到伫特别这个所在，讲有一寡人、侪人来军队问道。但伫这个中间，咱就伫想，上帝初初呼召咱逐个人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咱到底有甚物款的经历？咱倒等于孝顺咱上帝恩典的时，咱伫纪念甚物？当读到这段经节的时，当然牧师会就会回想，阮拄毕业的时，受派到伫教会来赴任做传道师，后来过几冬了后，阁经过考试认定，后来受封立做牧师。但对早前迄个服侍的心志，到今仔日经历20几冬久，将近。过来无几冬就要30年，伫这段时间经历侪侪的咸甜苦涩，伫这款的经历的内面，咱到底要安怎行过？当然，伫这段中间要紧的是，今仔日的圣经，当保罗去到传福音逐所在有无共款的经历了后，最后一站讲有一寡人来对主，随上因心内受到真大的安慰。这段的经节的了后，马上记载保罗甲巴拿巴因就要倒转去，倒转去原来受交托、受差派的安提阿教会，所以后来因就经过到什么所在？今仔日的经节讲，因倒转去，后来就倒转去到伫罗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，后来搁倒转去到伫因原本出来的所在。这条花亭，这条古早行过的路，莫讲古早，前无偌久行过的路。当咱搁行过这条道路的时，到底有甚物款的反应？我想保罗因为安尼来一路来，有当时起，有当时落，有当时受欢迎，有当时受逼迫、受赶逐。当伊搁倒转去的路站的时，搁照原来的路倒转去。圣经内面描写因上界要紧的心是甚物？要坚固学生的心，要坚固学生的心，所以因搁照原路搁行一摆，行倒转去。亲爱的姊妹，若是你会选择行什么款的路？若是我若要倒转去行这路，我一定会选择后来跳过一寡路。什么意思？若是过去伫迄个所在真受欢迎的，大家人拢拍扑克的，大家人拢足钦仰你的，我想迄款的路我一定去，搁会通拨较济时间留伫遐。总是若伫迄个所在捌甲我赶着，对我捌歹面相的，我绝对无搁为遐经过，我就跳过，我会选择迄个较欢喜、较意爱的道路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即个所在，保罗倒转去行的道路。咱看伊，毋知有跳过也无？无。伫即个所在，伊照原路安尼行倒转去了后，伊爱经历偌大的刺激，伊爱拄着偌大心内的挣扎，伊爱偌济祈祷，互伊有勇气倒转去面对早前甲伊赶着、甲伊拍、甲伊顶石头遐人。什么人遐尼戆要行即种倒转去的道路？若要知嘛，行一寡新的路，看会当发展，阁有一寡新路，一寡新的人较疼惜因的。伫即个所在，当然咱大人会拣选迄个较过去较好的经验的道路，因为至少转去了后，咱会有一寡成就感，咱会有一寡荣誉感，阁有一寡优越感。至少咱伫迄个所在工作无功劳嘛有苦劳，至少大人伫迄个所在会想念你过去所行所做会遮的事，所以咱会的确会晓选择即个所在。保罗嘛会晓想即款的所在，
总是圣经伫即个所在描写后来伊倒转去的所在，伊是无景的。照原来的路倒转去，要坚固遮个学生的心，遮个初信主的人的心。当然要坚固因的心，遮人的确会得到帮助。总是要倒转来想的。当保罗到遐去的时，要讲什么话？保罗去到因的所在，的确会甲因讲：恁敢会记起我早前甲恁讲的道理？保罗的确会甲因讲：我早前甲恁介绍的耶稣基督，恁还会记一袂？会甲因讲早前耶稣捌受过苦，所以咱遮的传福音的人嘛要受苦，遮个话恁还会记一袂？亲爱的姊妹，当保罗咧讲遮个话时，头一个听到的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头一个得到利益的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咱可能会讲，就是遮个教会会友，实际上毋是。当伊要讲话时，头一摆大家要讲话时，遮个话头一个听到的都是伊家己。伊的确会想到伊早前伊所讲的话，家己有听入去也无？我过去所讲的话，遮个话我有照安尼去行也无？所以保罗要坚固遮个信徒的心的时，实际上倒转来讲，应该头一个，伊要坚固伊家己的心。伊捌经历遮个无共款的体验，今仔日我敢要保持原起初受车派迄种的决心、迄种的热情、迄种无论的的心。我想伫即个所在，对保罗来讲，反倒当是一个上界坚固的所在。可能咱过去，咱拢会沉溺伫迄个成功的经验，咱拢行袂出来，咱拢一直回想咱过去上界成功的事。另外有一种人是沉溺伫过去的失败，定定都足受气埋怨，遐个捌困着你的人，遐个捌阻止你的人，遐个捌反对你的人，一世人都放袂开，一直拢沉溺伫迄个内面。咱看保罗倒转来行这个道路的时，伊要看遐个学生，当我福音传互恁的时，恁的生命有改变也无？对前传了后到今仔日。经过3日、5日，经过1礼拜了后，恁有改变了无？保罗倒转来要看因，坚固因的心。我想保罗毋知看会落去无？遮个捌听福音的人，毋知生命有改变无？实际上，另外一个较刺激的，是遮个听伊道理的人倒转来要问保罗：保罗啊，即阵你传福音互阮了后，头前行。经历侪侪无共款的所在，你有变样去无？你有走正去无？保罗，你今仔日变啥物款？倒转来阮遮，当你要坚固阮的信的时，你敢有看见你今仔日变成做啥物款的使徒？我想这是对保罗甲巴拿巴来讲，是一个上界刺激的事。我想大人嘛要问，你今仔日变成做啥物款啊？保罗倒转去了后，后来经过遐个路站，对保罗咧回想伊过去每一个行过的道路的时，伊的心内的确会想：我到底要安怎样行倒转这条路？咱的中文台语，中文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我回不去了。有无？咱常常有一句话听见人讲：我回不去了。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有两种的意涵。若是对正面来讲，就是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成长的过程，不断进步，不断进步，精进。所以当伊搁回头看伊古早的家己的时，心内感觉好佳哉。我有不断地进步，甲一寡歹习惯不断地更改，后来到今仔日啦，所以我无要搁倒转去啊。我无要搁回头倒转以早的迄条所行的路，所保持的迄种的信念，我已经改变。总是另外一个负面的，有真侪人讲我无法度搁回去啊，我无法度搁倒转去啊，是心内有真侪的无奈，心内真侪的艰苦心，讲我今仔日坠落到安尼，所以我无法度搁倒转去啊。当我看到我家己的时，我无勇气面对家己，我嘛无法度搁一摆活出早前迄种的热情，甲早前迄种的生活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每一个人到伫今仔日，
你有过意爱行倒转你原地行的路也无？特别年纪若较大的，拢会讲，你会当带我倒转来看我的故乡也无？是大人拢做爱倒转去行，特别年纪较大的。我毋知影遮年纪较大的人，你倒转去你的故乡咧行遮路时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到底要看什么？你今仔日怎样通过回顾来看你今仔日？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故事，嘛是一个发生我的同学伫20几年前，阮了少年伫牧会时，伊甲我讲的一个实在的。伊讲有一个牧师，是一个真资深的牧师，伫教会牧会，人讲真成功，伫中会伫服侍，出真侪力，嘛担任真侪个要紧的职务。所以，伊对伫教会界内面贡献真大，嘛真做真侪总会的要务的工作职。所以后来伊哪来哪成长，后来哪来哪讲看伊的生命经历哪来如何，慢慢到伫有年纪，对遮个少年的同工，并毋是好款待，却有侪侪的指责，有侪侪的挑战。有真侪伊的言行举止，互人袂当接受。有一摆伫咧开会时，遮个少年的同工有一摆甲因的牧师娘讲：牧师娘，你知影牧师伫教会有做真侪的贡献，但阮即边，阮伫啥物所在有一个中会议会，阮邀请你来旁听，邀请你来看，看恁的牧师。怎样伫中会的所在有偌济贡献，来听看伊的讲话，看伊安怎表达。迄摆的开会，咱就大概会当知影，较年资较重的遮个前辈，因就讲真侪话，有真侪言行举止。迄摆开会了后，遮个少年的同工问因的牧师娘讲：牧师娘，你毋知看了怎样？这个牧师娘回答讲。唉，哪会安尼？我的牧师哪会安尼？伫这个所在，这个要紧的礼，对阮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所以过去伫我牧会的这个历程的内面，我常常问牧师娘：牧师娘，你看我有走正去无？你看我有变样去无？伫信仰的内面，伫牧会的认真的内面，我有走正去无？我有变款去无？昨暝伫准备最后的这个讲道时，牧师娘捧咖啡入来，我真受感动。牧师娘入来，头一个甲我问讲：你今日准备这个讲道片，你有感动无？你有感动无？我甲伊讲，我真感动。我甲伊讲，来，你小徛一下。我甲你讲，我明仔载要讲你。牧师娘目睭全紧起来。你明仔载要搁甲我唠开什么？要讲什么？无，我讲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。我要问，搁一摆问你，到今仔日我有走正去抑无？牧师娘讲无，你无走正去。我讲我有变无？伊讲有，你有变较古锥。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捌甲你身躯边上至亲的人问讲：某物人啊，你看我有走正去无？我有变款去无？我早前迄个我，今仔日还有伫咧无？早前迄个单纯水的信仰，甲水的德行，今仔日还有伫咧无？咱毋知甲即个时阵，甲咱的身躯边人问讲：你看我怎样？我毋知有走正去无？我想咱转去较慢慢仔问，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会慢慢仔甲你讲。但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保罗行倒转去即条道路，当伊要看伊的学生有改变抑无？学生嘛，要转来看讲保罗啊，你今仔日到底变什么款？
保罗伫即个整个的过程的内面，真正伊一直在看伊家己的生命的变化。耶稣基督怎样带领伊？所以伊捌伫哥林多的所在，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，留落一句真要紧的话，讲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恁着学我，亲像我有学基督。你毋通看我，毋是干那看我，恁着看耶稣基督。当保罗倒转来要坚固学生的心的时，伊是重新坚固伊家己。当伊坚固家己的时，伊毋是要坚固家己的官兵，伊毋是要坚固家己的人脉，伊毋是要坚固家己的好名声。伫即个所在，当伊倒转去坚固这学生的时，伊做啥物代志？伊伫即个所在，毋若讲，甲遮个学生讲咱着爱经历济济的艰苦，真正要传上帝福音，的确爱经过真济艰苦，毋是简单的代志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保罗伫即个所在讲伫国教会设立遐个互人选出来的长老，将福音交托互因，将福音交托互因。伫即个所在，当保罗要交托的时，敢是因为因知影艰难，传福音艰难，要甲即个重担赶紧的等互别人去担，干安尼？伊敢是上帝交托我今仔日若赶紧的通交托出去，安尼我就放下我的重担。来到伫即个所在，若是咱一般听到这话，讲保罗你明明讲咱都爱经过艰苦，传福音都爱经过艰苦，你阁将即个担交付互阮，啥物人敢去做即个长老？啥物人敢去承担即款的责任？逐个人嘛要承担迄个较快乐的事。总是保罗伫即个所在。伊毋是要坚固家己的名声，伊是要紧的，要甲遮个学生讲，早前上帝圣神甲即个官兵交代我，恁交托互我，我尽最大责任了后，当我会当完成，我嘛将即个要紧的道理交代恁，传互恁，了后嘛要甲即个责任继续交互恁，互恁继续传福音。所以恁若得到即个责任了后，嘛继续。以后，恁嘛知影要安怎样交托。保罗毋是讲恁着爱交托互我，是爱交托互主。保罗讲我将恁交托伫主的手中，倒转来交托伫主。所以意思是讲，保罗伊家己嘛交代伫主的内面，伊完全无交托伫家己的气力，无照家己的血气来伫传福音。当保罗若是对头前到今仔日。当伊倒转来行这个道路的时，伊有真深的体验。伊从面看见伊早前的热情还阁存在。另外一方面，伊的生命不断地更新，不断地改变，伊会通分享的阁较侪。所以伊的确着照安尼做以外，阁加一寡新的经验，甲这个人讲。所以当伊倒转去到伫巴勒斯坦的安提阿，后来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圣经讲什么？讲伊组织教会。讲起上帝所甲因行一切的事，也讲上帝安怎样甲外邦人开新的门，将眼光归予上帝。讲上帝甲因做伙行，伊伫即个所在无干那偏颇家己的所行所做。后来保罗讲了后，使徒行传第15章了，伊继续后一站第二次的传道旅行，第三次的传道旅行，继续要经历这个事。一本册叫做《历史之最》，比你做什么搁较要紧？这个查尔斯·汉迪，伊写批互伊的后一代，写批互伊的同事，写批互伊的至亲亲人的第9张批的内面，伊伫这个所在，伊在讲有一日，伊甲伊的先生娘去到伫意大利的所在旅游。总欢喜的要去观看迄个所在的特殊，看迄个所在的古代的历史，行遐个古路来看一寡代志。结果后来倒转来了后，遐一寡朋友就甲伊问，讲汉弟，恁翁仔某去遐所在佚佗，恁有拄着一群人，因叫做尤斯特比 （Eusebius），这个英文差无。
讲你有拄着有一群人叫做 Eusebius，啊，含伫公车，讲你是咧讲什么人？遐是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无？遐有一寡少数人是无？啊是你是咧讲特别的民族、特别的种族是无？伊讲无呢，阮无拄着即种人。即个朋友甲因讲有啦，因为因过去去到伫意大利的时，讲遐个人有一群人，就是叫做即个人Eusebius的即个人，因逐摆若甲你讲话时，因的讲话内容会讲啥物？逐摆甲因讲话时，因拢不时会讲哦，我以前吼我安怎？哦，你毋知影我以前是咧做啥物？讲即群的人，就是拢即个人。逐摆若讲到话，就拢讲伊的过去；逐摆讲到拢讲伊进前担任啥物代志，有偌济贡献。这个作者，这个管理大师韩弟讲，这个人是啥物？这个人常常用过去的人生来定义今仔日的我，定义今仔日的家己。意思是我过去做董事长，今仔日退休我嘛咧做董事长。过去我是总经理，我今仔日嘛总经理。我今仔日过去捌坐伫啥物大位，我今仔日已经无坐迄个位啊，我嘛感觉我是坐迄个位，我就是迄个人。咱常常用迄个过去的人来定义咱今仔日退休的了后，无一寡新鲜的代志，新鲜的代志。伫退休了后，无一寡新的趣味，无甲一寡新的人至接，无交陪一寡新的朋友。伫退休了后，离开职务了后，毋捌投入一寡新的时间。逐日伫遐拢活伫过去，以前我过去安怎，我过去安怎，以前我咧做啥物的时阵，逐摆讲话时，就是拢咧讲我过去的事，我怎样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即个所在，咱就想，保罗伫即个传福音的过程内面，伊敢有常常讲，你看我以前做法利赛人的时，我安怎，我安怎，我安怎。保罗真无爱讲伊的过去，圣经内面捌讲，若要讲，若要比拼，我阁有较济通好讲，总是我无愿意讲。我是希望我所讲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当即张批写出来，想要甲咱讲啥物？咱常常足爱甲人打票啊，咱嘛常常甲家己打票啊，咱阁活伫别人甲咱打票啊内面，永远过迄种的生活。过去咱拢会讲，我就是即种人啦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都安尼啦，我生性都安尼啦。但咱嘛常常去甲人打票啊，讲你就是过去都安尼，今仔日你嘛安尼，毋管你啥物改变，我都认定你就是安尼。你今仔日轻声细碎，我一定认为讲你假，你的确毋知要甲我笑想啥物。咱拢用过去迄个伊继续来定义现在的伊。咱有当时咱会真感觉讲，咱的生命敢安尼？咱的生命敢袂当有改变？咱的生命敢袂当有精进？敢袂当伫信仰内面不断地经历一寡新的代志？当然，这个功课真困难，咱常常真自恋。一本册叫《自恋狂》，这内面作者日本的作家片田朱美，伊安尼讲，咱每一个人真趣味，咱拢有一个自恋狂。咱常常足爱甲家己的过去来比拼，甲家己的过去比拼，今仔日甲过去的我比拼，所以过去真成功的我，当我若比拼了后，变什么款？我就开始有一寡失落感，有一寡欠缺感，有一寡感觉真见笑的感觉。中文的意思是讲匮乏，我感觉我有匮乏，我感觉我有失落，我感觉我受屈辱。我都明明都当市长，为什么今仔日用一般的标准在对待我？伊讲咱常常拢用过去，还佫活伫过去的阳光的内面。咱在座较长辈，头一个会拄着即项代志。咱今仔日当咱脚慢慢地袂行的时，咱拢会甲咱的囝讲：我以前少年是比你较高走，有无？咱会讲：哎哟，我今仔日哪会变安尼？我今仔日哪会变安尼？我以前都安怎安怎，今仔日我哪会变安尼？所以咱无爱，
咱干那要活伫我过去迄个成功的我，所以咱一定有一直咧自恋，所以咱有一个自恋狂，咱无爱活伫现实的内面，咱无爱活伫今仔日。所以徛伫这个角度，我倒转来咧看保罗为什么要搁倒转去行原来这条道路？实际上，咱有得到真大的智慧。当伊行这条道路，搁倒转去，逐个人看过伊的人，要搁看伊的生命的改变。逐个人要搁重新甲伊评估，这个人到底怎样？这个捌甲咱教过的人，今仔日有变样去无？咱的牧师有变样去无？咱的长老有走前去无？咱的会长有无照规矩来无？我想对咱来讲，拢是一个足刺激的一个提醒。所以咱就爱常常安尼想。保罗的确想无要紧，我若倒转去，互人攻击，倒转来搁检验家己，倒转来面对什么代志，上帝的确会搁帮助你开阔伊的眼界，互伊重新看见伊的家己，后来通好行新的道路。保罗伊无干那看重家己，所以后来伊将要紧的职责交付互这长老，请这长老继续牧养这学生。伊无甲家己高举到伫生命的所在，无甲家己高举到伫上悬的所在。伊知影完全都爱交托主，主交托互伊的，伊爱交托出去。当伊受交托了后，伊就会通看见伊真正受交托。所以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有一日咱拢爱甲咱的职权交出去，毋管咱是做教会的要职，还是咱伫家庭，咱有要紧的职责。咱就赶紧，甲咱家己会通交托的、信任你的囝儿、信任你的身躯边的人，甲因教好，将这个代志交托互因。所以，阮嘛慢慢甲一寡代志咧交托互阮的细囝，互因知影，爱早一步，爱安排，早一步爱做准备，恁爱早一步受教育，爱徛在坚固，后来恁才会通来维持甲照顾恁将来恁的生命。恁的家庭，甲恁的教会侍奉，保罗今仔日行倒转来这条道路，我相信的确互咱真感动。咱的教会，咱徛伫真古老的教会，咱行伫真古老的路。当咱想到早前了后，咱就想咱今仔日行什么路？望咱的教会行一条新的道路，是上帝为咱安排的。咱后来有侪侪新的见证，有真侪水的故事通好讲，是新的故事。搁一摆伫这个世道的群体内面来讲起、来见证上帝的恩典。三甲额头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慢慢将要紧的事交托互阮的同工的时，阮毋是放责任。阮毋是无法度承担，是阮知上帝你要用侪侪人做伙三甲同工，所以毋是甲职权摆伫家己的身上，是反倒转将这个分享，互正同工嘛会当体验上帝伫的生命内面的作为，嘛互因的生命会当经历侪侪后来得到成长甲变化。主，当阮看到阮家己的变化的时，有当时阮家己看袂准，阮要问阮身躯边至亲的人，因要讲实在话，阮变什么款？阮受交托有照安尼行啊无？阮有变样去啊无？愿上帝帮助阮，阮嘛要向上帝问，上帝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变了有较侪上帝你的阳光，有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有羊羔的香味，愿阮的一生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受造就，后来会通见证伫世间人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阮安尼受交托，也交托倒转互你，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